咱来三甲祈祷。天父上帝，阮要对马可所写各偌济故事来三甲分享，阮对你领受的教示。主求你的圣神教示阮，互阮更较深信，阮的主是活活的主，伊会阁活，互阮有新的活命。求你帮助阮活出这个新的活命，互你得到荣光。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毋知恁有注意了无吼？对我台湾转来到即马3礼拜吼，我逐礼拜讲都拢用马可福音段，恁有感觉无？拢用马可福音段，用马可福音段吼是真，马可是一本真趣味的册。我大概甲恁讲吼，马可这本册，传统上马可吼，圣经学者拢相信是彼得用嘴讲，马可替伊写。彼得讨希人哦，伊无在条写迄落希腊文啦，所以迄是马可写的。马可写啊，佫一项彼得哦，彼得真谨慎地，伊咧讲代志一定足紧的。马可写吼，照彼得讲的吼，马可是所有4本福音段内底第一底16章就了啊。啊，你读马可的时候，几十个中间吼，伊讲足侪物件，讲足侪物件。圣经内底咱无法度摕到证据讲马可甲彼得有做伙的证据，敢若一个所在有啦吼。毋过，迄是伫罗马，咱无。我的意思是，圣经内底无讲迄个彼得甲马可去罗马这个代志。保罗去罗马有这个代志，有圣经内底记载，圣经内底找无，总是有一节圣经哦，会当证明马可甲彼得有做伙。迄是伫吼彼得前书第5章第13节，我有放 PowerPoint 出来吼，请你摕一下好无？吼，伊讲吼，彼得写彼得前书，伊讲吼，伫巴比伦甲恁边边受敬调的教会，甲恁请安。我的囝马可嘛甲恁请安。迄个巴比伦吼，巴比伦伫初代教会吼，巴比伦就是罗马帝国的意思啦。因用暗号啦，迄个时阵吼，甲咱蒋总统的时代共款。你若甲写伊的国家歹吼，会互你来推。所以因遐早期的基督徒要讲罗马的时候，因拢讲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巴比伦都是甲罗马帝国共款，甲因占甲因欺负，甲因压迫，因伫遐做奴隶，共款。所以讲，伫巴比伦都是伫罗马。边受敬调的教会，都罗马的基督徒啦，要甲恁请安。我的囝马可嘛要甲恁请安。伊甲替马可甲因请安，一定马可是伫个身躯边，敢毋是？所以咱会当直接看到这吼。我拄仔讲，马可福音段是4本福音书第一早写的，差不多主后50-60年的时，因为保罗甲彼得。差不多主后64年、68年宣教，伫罗马宣教，迄个情都写好啊，真短。迄拢是彼得的回忆，伊甲耶稣做伙，所以迄个伊所讲的遐个代志，真可靠性真悬啦，可靠性真悬。迄个伊所讲的马太甲路加用足济，马太甲路加用马可的资料用足济，约翰零化啦吼。咱今仔日读的，我挑工互咱大家做伙读迄个马可16章第1节到第8节，迄是吼这8节吼是马可的各偌济的故事。
恁拄仔读过，恁有感觉 something wrong？ 恁有感觉无？伊伫咧拢无记讲耶稣对遐学生显现的代志，无。啊嘛无讲像马太讲迄地动石头割开，嘛无讲这。啊嘛无讲耶稣出现，甲学生开。我常常讲，耶稣甲两个学生对耶路撒冷行去迄个以马忤的路上，我讲迄是头一个查经班呢。耶稣将圣经的故事、迄代志拢讲互因听。耶稣对遐开，耶稣无开查经班。马可所写的耶稣的迄个 Easter morning 过偌济，头一个过偌济吼，拢总无遮个物件。伊内底讲的吼，烦恼啦，悲伤啦，遐妇人人悲伤吼，烦恼啥？烦恼石头啥人要来割开，惊入去梦的内底，想要看死人，看到一个人坐在内底，看你若袂惊，过来第八节，惊甲皮皮喘，拢无甲人讲啥这叫做 Happy Easter。我咧讲，我伫台湾大汉我即摆甲想倒转去我毋捌听到台湾的牧师过偌济用马可讲道，我真正毋捌听的。王牧师毋知要讲啊，无我毋知。我真正毋捌听的，我想是无人会晓讲。我真好胆呢这真正是真趣味的代志呢。马可用安尼结束伊的四福音段，拢无 happy ending 呢这你敢无感觉真奇怪？我是讲，我伫牧会中间50几年，我一摆用这个讲道，我会记得我用一摆，我嘛敢用伊，我是安怎用迄个，我嘛家己袂记的。我讲啥我嘛袂记的啦。不过我知影我用一摆。今仔日咱对15章遐开始读，我是要互咱知影耶稣埋葬的前后的代志迄是差不多，咱对15章的42节到47节是耶稣死了后埋葬的迄个时间表。耶稣拜四也无人掠去拜五早起互人定，拜五下昼日落犹太人的安息日就到，所以因伫定耶稣的时是拜五早起紧定的，定了若无死普通敢若吊伫遐无遐尼快死。照我所读的，吊伫遐拢差不多爱几若日才会死。若无死特别佫拄着安息日就总咧吊伫遐，吊到安息日过，规日拢共款。这是真残忍的刑罚，真残忍的刑罚。但耶稣拜五早起互人定拜五尾暗啊，就是安息日啦。上帝怜悯，上帝怜悯，耶稣拜五下昼3点就断开啊！这是真上帝怜悯的所在。所以咱拄仔有读到迄个约瑟。阿里马代约瑟这个人，阿里马代是一个地号地名，伊的名叫做约瑟。这个约瑟要去甲彼拉多要摕耶稣的身尸。圣经讲，彼拉多听到讲耶稣已经是，感觉真奇怪，因为无人遐尼紧，所以伊就叫人去看，实在死啊，遗体才放来。这是真奇妙的所在，真奇妙的所在因为安息日3点断开落来日落山就是安息日开始，就是拢袂当做代志啊。所以伫迄几点钟的中间差不多是凊彩甲包咧，就甲安葬啊。因为安息日，犹太人咧守安息日所以这查某人
对耶稣，这耶稣王对耶稣，因有。迄个伊有讲3个查某人的名哦，什么马大勒玛利亚，甲什么约瑟的老母玛利亚，个因这个查某人哦，真正是足甘心的。我读马可福音段的时候，我感倒是讲遐查甫的实在是足无路用的，遐查甫的走到无半下呢，走到无半下。我看哦，迄个我有放2则圣经在马可15章的40节甲41节，有听？40节，伊讲哦，嘛有一寡妇人人对远远地看，其中有马大勒的玛利亚、小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以及撒罗米，都是咱拄啊读到迄三个女士的名。因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就带伊佮服侍伊的妇人人。另外，佮有真侪甲耶稣做伙来耶路撒冷的妇人人，嘛伫遐。因徛伫遐看耶稣王顶十字架。遐学生前一暗就走到无半下啊！这个妇女吼，真正是真勇敢。因吼，毋若安尼，咱拄啊所读的15章，搁落去所读的，因对耶稣去到耶稣埋葬的所在，伊去到埋葬的所在，因有看到一块石头足大块，高伫迄个嘛，拢总有看到。我真正真感心这女士。我拄啊做牧师的时候。我的隔壁教会有一个牧师，伊半讲笑甲我讲哦，你做牧师哦，你若甲妇人会冤家哦，你就好搬厝啊。你牧师免做啊，真正的呢，真正的呢。我毋是伫讲这男士无路用，我无迄个意思啦。有影呢，这走到无半下，这阵妇女因对耶稣看耶稣钉十字架。对伊去到埋葬的所在，这我安尼难得哦。咱来看吼，讲迄个石头哦，马太28章有写讲吼，耶稣互人安葬了，这犹太人去找彼拉多，因为耶稣直直讲我第3日会过活，因大概看讲吼。这个会互死人搁活吼，伊毋是咧开玩笑呢，有可能真正会爬起来哦。所以叫彼拉多派兵去告死人呢。你甲想法即个看偌好笑的代志吼，即看偌好笑的代志。最近台湾一寡死人拢爬起来签名，迄嘛是真好笑啦吼。这你甲想派兵去遐告。咱来看，我来甲咱看迄个第16章对第1节，咱来好好看马可的 Easter story 是安怎？咱来轮看吼。那第1节甲第2节写讲吼，透早天还未吼，安息日过了，拜六早起透早，安息日过了。会当开始做代志啊！会当个，我想吼，耶稣拜5安葬，拜6归日，你会当想象这个查某人一定真艰苦。安息日过了，透早，因差不多是等未到天光呢，因为因知影时间的关系，咱凊彩包包咧吼。因要去甲耶稣做一个真适当安葬，这是绝对对耶稣会疼的，这是绝对对耶稣会疼。这个疼毋是小可的疼。因去墓地，因是准备要看到先死嘛，一定是的嘛，敢毋是？耶稣伫马可福音段，敢若伫马可福音段有3摆。甲因讲伊会搁活，
第8章31节，第9章31节，甲第10章33节到34节，耶稣拢迄时间足晚的呢。是安怎讲遐济摆我毋知，有记3摆。耶稣讲伊第3日要过啊，因敢若有听没有懂呢？因拢都无想讲有可能会过我。颠倒遐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讲3日会过我吼，叫兵仔去告呢。你有看？这学生逐日伫甲耶稣做伙，听就煞。耶稣遐对敌 ，they took it seriously， 真正你要看，有时啊，这是咱做基督徒真爱反省的所在。阮做牧师嘛共款啦，当因要去甲梦的路中头一项想到啥？迄个石头是要安怎？迄个石头偌大地，因有看到哦，因2日前有看到。第4节马可佫甲咱讲，迄个石头足大地。我想因哪行一定哪多讲，遐查甫人是拢走迄块，无人来甲咱斗过即个石头，都规定是走去倒，遐尼惊死，咩？总是哦，因教育是看到迄个石头已经刷开啊，啥人刷的毋知。照马太28章讲吼，迄早起啊有地动啦，地动石头过开，遐个伫顾的遐个兵吼，惊到要死，拢走。到底因要去到梦的路中有地动啊无？我毋知，马可无讲。石头过开，我伫读真济注解吼，有读到一个牧师问一个问题，我感觉真趣味，我甲恁分享，恁去想看觅。伊讲迄个石头过开，地动即上帝过的啦，上帝过开迄个石头，是要互耶稣出去，也是要互遐妇人人会当入去。你捌想这无？真趣味的问题吼！迄石头过开，是要互耶稣会当出去，也是要互伊个话，恁爱入去看，甲你过开，恁才会当入去看。这真趣味的问题呢。人我想吼，是过开要互咱入去看啦。耶稣甲个话吼，石头门拢锁咧，伊嘛入去，恁会记袂？约翰第20章遐。学生惊到要死，门锁咧，耶稣入去，愿恁平安。你知影迄个故事？耶稣石头无过开，有法度出去啦。我想吼，迄石头过开是为着咱，为着咱。恁会当无同意啦，吼，袂要紧。搁一项吼，我想到，因还未到梦的时咧，烦恼迄个石头。例如伫咱的我的生涯内底哦，几摆哦，我想到我的石头头壳毛咧烧，上帝拢甲我刷开呢。几若摆，上帝拢甲我刷开，毋免烦恼遐尼济。耶稣叫你毋免烦恼，有影呢。上帝要刷迄个石头吼。拢毋免去讲，用地动的就会使啊，真奇妙，敢毋是？第5节，因到遐，因入去梦内，看到一个穿白衫人，少年人坐伫遐，非常着惊。我甲你讲哦，我头壳拢活白想，这妇人人去到遐吼，看到迄个石头已经过开啊。你想因会唱哈利路亚无？我想袂啦。哎哟，是啥歌的？你记记哦，迄阵啊无电话哦，迄拢暗叔哦。入去，因想讲一定会看一个新尸倒伫遐，因看到一个活人坐伫遐。
因想讲，阮遮早就来，迄个少年的比伊佫较早呢，人伊坐伫遐咧等你呢。若你会惊袂？讲伊真着惊。真正安尼，这讲几啊个嘛，差不多是安尼尔，敢是？对，因真着惊。第6节落去吼，拢是好消息啦，拢是好消息。迄个第6节，迄个少年人天使啦，甲因讲毋免惊。你叫我毋免惊，我就袂惊哦。伊讲我知影恁要找耶稣，伊已经国外无伫遮。列位，耶稣国外，咱爱唱哈利路亚呢。我想这查某人哦，大概总咧硬去哈？恁是咧讲啥？因可能有想到耶稣捌甲因讲伊的国外。有影吼，伊甲咱讲伊的国话吼，咱着喊啊听，拢无咧甲信，真正的呢，伊已经国话无伫遮，来看，恁来看，恁若毋信，恁来看，伊倒个所在伫遮无，伊无伫遮，好消息敢毋是？因哈利路亚唱袂出来啦。绝对唱袂出来。我去，天使甲因讲：恁去，恁毋免留到遮，伊无伫遮，伊要比恁较早去加利利，所以恁去加利利，你会找着伊。伊要叫因去加利利以前，伊甲讲：恁去甲伊的学生讲，甲彼得讲，是安怎特别甲彼得讲？彼得到这个时阵哦，真正是足落魄的，3摆毋认耶稣。伊真正有人甲伊讲耶稣国话，伊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去甲彼得讲，甲讲耶稣国话，恁去加利利会拄着伊。哇！伫遮吼，第7节有3个动词啦。第6节开始，马可会搁偌济吼，敢若这3个动词，甲搁偌济有关系，你知影无？恁来看，伊无伫遮，恁去加利利，恁会拄着伊。恁去讲，将伊搁话代志甲人讲。马可吼无迄个耶稣命令学生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迄马太有啦，路加嘛有，约翰嘛有，使徒行传嘛有，马可无。唯一马可会搁偌济的故事，耶稣上讲恁去讲，敢若伫遮尔，真有意思呢，真有意思。因为到这为止吼，马可会搁偌济故事吼，悲伤啦、烦恼啦、惊啦、犹豫啦，讲你搁活敢有影？犹豫啦，因要信也毋信，毋敢好认。总是嘛信袂落的呢，敢是安尼？第8节才是精彩。第8节，因惊甲皮皮喘，皮皮喘的英语叫做 tremble。tremble， 你捌看到人惊甲安尼会安尼震无？就是迄啦。看到咧，毋知要安怎吼？希腊文用的字是。英语的 ecstasy 是足欢喜的啦，对内底迄真正的喜乐。你甲讲，咱台湾人看较袂出来。一个是 tremble， 惊甲要安尼皮皮喘，搁一个是欢喜，惊甲皮皮喘甲欢喜，迄是足 mix 的代志啊！你敢是？
因对梦里出来直直走，拢无对人讲啥物，因为因真惊。马可福音段到这结束。你若去看圣经，有的圣经下骹还阁有对第9节到20节，这是我要甲恁讲的。因为马可福音段到这煞历史上真侪人读到这感觉这安尼哪对？这安尼哪对？无 happy ending 啊呢？拢无法度做煞去。真侪人从呢去写一寡物件落。古早的抄本圣经的考古学一个原则就是，愈古早的抄本，迄个可信度愈悬，因为愈古早愈晚代志发生会死写的，所以大半的上早的抄本，拢到第8章就煞，第8节就煞，真侪拢有后来有真侪拢后壁拢还阁有写。你若去看，转去看圣经，你去看有迄个圣经对第9节到20节，到第9节就，伊有写两个结语啦，两个结语，迄是人尾啊，学者拢总讲迄是后摆尾啊藏起来。两个结语，头一个是较底，对第9节到11节。我无创 PowerPoint 出来，我无要紧，即甲你讲有一个，你转去再去看圣经，你若有注意，对第9节到11节2、3节尔，所以是较底的结语。第12节到20节是较长。我即摆真简单，咱国外这个故事听过逐年在听我甲恁讲，恁大概拢听有啦。第9节到11节是写讲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主要是用约翰第20章11节到18节，迄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家己一个耶稣来个叫玛利亚，叫伊去甲学生讲，即个故事伫迄个约翰20章遐，较长的迄个对第12节到20节有3段啦，有3段。第一段是12节到13节，12节到33是摕路加24章耶稣伫以马忤的路上，甲2个学生行路伫谈话迄个代志。14节到18节写讲是耶稣出现，互所有的学生看见，都是用马太第28章16节到20节。迄个所在是耶稣要上天以前，叫伊学生甲伊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就是即个啦第19节到20节记耶稣上天，迄是用路加24章50节，甲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到11节。所以你甲看即个结论一碗杂菜面咧啦。对遮摕一块，对遮摕一块，尾。咱中国话有一句话说“画蛇添足”，你要画蛇，你个画蛇有骹，这怪怪的。这真成啦！我创这出这人是当然是出于好意，伊感觉这个结尾唔好，所以伊甲加落。所以咱对外看，这个加落就是安尼尔。你若去看希腊文希腊文的原文，我的希腊文已经拢无，我的希腊文也无好甲讲，会晓去分别讲这是马可的希腊文，这毋是，我袂晓搞，这是Dr. Google 甲我讲的，讲迄个加落这的希腊文甲马可的希腊文完全无共款，口气无共款。这真趣味的代志，我准备这讲道是当然读足侪注解啦，我无可能拢家己想。
所有的圣经学者拢用一个理论，就是讲马可写安尼是惊到毋知要安怎写，我想是无可能啦。毋过伊讲写伫安尼一个敢若一个 open end， 伊无结论，恁去下结论。因拢毋敢甲人讲，恁去甲人讲，这个意思，真好诶解说啦，真好诶解说。总是我读到这个时候，老实讲，我阁想倒转来，即个读到后白想，我阁想倒转来。你想这个人，这个负责人，惊到要死，有影出去诶时拢无甲人讲，这有影。你想尾啊，因有讲无？我想有讲啦，啊无咱哪有通伫遮？因一定有讲啦，因惊有影，因尾啊有讲，我相信有。总是我对这个代志的看法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我相信咱的信仰毋是建立伫信者的顶头。那看到耶稣国话，我就信啦。遐个人看到耶稣国话，毋信的还佫足侪呢。伊的学生嘛真侪无法度信，你毋信嘛？圣经明明安尼写，莫得了玛利亚去甲因讲，因无爱信，尤其是对查某人来的话，因更较无爱信。因无爱信，信仰的基础毋是信者。你会记得耶稣国话显现了，互学生看头一遍，多马无伫遐，迄是伫约翰第20章，多马无伫遐。啊，人甲多马讲耶稣来有国话来，多马讲啥？我若无用我的手去翕伊无看伊伊的钉仔只，我毋信。啊，咱拢讲这罗马真后摇伊，这咱拢逐年咧听啊。一礼拜后，耶稣显现互多马看，甲多马讲：你看我的手，看我的翕。伊甲多马讲一句话：你看到我才信哦。遐个无看到才信的，比你更较有福气。看到才信的迄大家拢有法度，无看到才信的才牛。耶稣知影，伊无多马要看，有可能互你看，耶稣互伊看，这是耶稣会听。毋过伊知影，伊无法度通死去开展览会呢。恁要看，互恁拢互恁看，啊，恁就信啦。无，耶稣无安尼做。伊知影，信是你的选择呢，信是你的选择啦。我真爱即句圣经，咱新约的圣经翻了足水的。伊讲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你对耶稣4个话就是安尼呢。你无看见，你会当肯定，迄是你的信。我会记咧，我以前的讲道，我捌讲一句话，你毋知影佫会记的袂？我讲若会当证明的代志毋免你信咧，敢毋是安尼？我若会当甲你说明甲真清楚，你要信好，毋都事实都摆伫你面前啊，那就你信。信是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迄号做信。我今仔日的题目实在讲好了真歹，未完成会搁换一个 question mark。这个人惊到要死，拢毋敢甲人讲啊，若搁换这就无完成啊，晓？
完成国啊，这是上帝呢，毋是咱咧。恁有讲讲无讲讲？上帝做的代志，伊完成就是完成啊。咁啥呢？无迄个无完成的个偌济无啦，上帝做绝对无啦。个偌济就是个偌济。咱较顶下要吟的诗吼，内底第二节有一句我读互恁听吼，较顶下唱的是恁会知影，讲救世功劳担做成，对敌战败主太阳。赎罪一摆就清楚，耶稣毋免阁受苦。这是上帝的作为呢。这附近人惊到拢毋敢讲吼。个话这有完成啊，无是上帝的手内呢，毋是伫咱有讲啊无讲呢，毋是你有信啊无信呢，咁是安呢？你老实甲你讲，我讲到这，我煞毋知影要安怎结束。恁知影我的意思？我相信恁知影我的意思。这是你甲我的问题啦。你要信啊，毋信，是你甲我的问题。你若毋信，我讲到嘴软拢打去，你嘛毋信。保罗讲一句话。我用一句话来结束。咱的话毋是靠目睭看，是靠信心。咱的话毋是靠目睭，是看信心。感谢上帝，耶稣有告我，这是咱的信仰。咱来参加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马可看起来真无完全的写法，总是阮知影你的作为是远远超过阮所想、所盼望的。阮感谢你，求你坚固阮的信仰，互阮永远会所讲、所行、所做，显出阮的主是活我的主。祈祷奉耶稣的名。